汤祖义都没分手呢，你们不许先抢了风头。我先走了。 去休息。我觉得挺好的呀，那种新旋律的感觉，终于结束了。没事儿，是应有金的意思，还是高七从中挑拨，还是英东自己决定的？不管是什么原因，都过去了。佳姐，佳姐，英东哥来了，车就停在外边呢。哎，走走，去看看去。
界的人。陈公子，我们去看其实喜欢你。我这边还有点事儿走不开，不然你跟佳佳去看吧，好不好？啊，不用，不去。那个画廊有点事儿，我先回去了。你们去看啊。哎，佳佳，佳佳，他怎么了？他跟英东分手了。Jackie 啊，我觉得男女主角第一次见面那场戏写得太浅薄了。这样，你去看看之前我给你那部欧洲电影，然后呢，明天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聊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就这样，明天见。怎么了？改来改去挺麻烦的。我妈说她可以在美国帮我开一间艾菲爱连锁店，经过初步市场评估，每年利润很可观的。那恭喜你了，吴老板。而且她还说她可以打通人脉，帮你打入好莱坞，到时候我就用连锁店赚回来的钱来支持你，我们俩爱干嘛就干嘛。谢了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但我这个人啊，嘴巴不好，吃不了女人饭。再说了，我就一土炮，在中国还没混明白呢，还去美国，算了吧。那你就土炮呗，我洋气就行了，我照顾你就好了。你照顾我？你去看看厨房里的碗，放了1个星期了，都快生虫了。你照顾我，我怕被你照顾死。那是我该干的事情嘛，你找阿姨做不就行了吗？你这是在没事找茬是吗？你不跟我去美国，就是为了不放弃你这破导演的事业。吴安珀，吴大小姐，你说肯为我放弃去美国，这都做不到，凭什么要求别人？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你再怎么努力也成为不了李安、王家卫。明明有一条好路让你走，你偏要打一辈子苦工。你还别说，你真说对了，我就这么点出息。真对不起，我配不上你，耽误你时间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现在走，还来得及。康思睿，你无理取闹！我不理我爸，要我妈，不就是为了要爱你吗？是吗？我看你是喜欢他们俩争夺你的感觉吧。你别说的头头是道、冠冕堂皇的。要是真爱一个人，哪会计较这么多？说白了就是你不够爱我。你又爱我吗？你只是享受那种被人需要、被人放在心上的感觉而已。说白了，你只爱你自己。这种自私是真的可以遗传的。你爸爸虽然是枭雄，但他没那么老。你知道你这点像谁吗？像你妈。你骨子里跟你妈一样，自私又虚伪。滚！哼。好，我滚。但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，你已经不在了。小姐，你别哭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。我不需要你安慰，你让我自己安静一下吧，随便放点音乐。胡雨婷，你软硬不吃，你厉害。我是不想再被同一个女人伤害第2次。好，我要这个价钱。1个亿。那你可以做出什么保证？以后不见我的女儿。1个亿可以买到 Amber 的安全跟快乐，值。连老板都不知道我透露了。你干嘛给我听这些？我想让你明白，你妈咪根本不爱你，最爱你的只有你爹地。你是嫌我不够可怜是吗？
用这些东西来刺激我。我不希望你最后被伤害得更深。你妈咪根本不值得你托付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不希望你被骗。少给我装主仆情深。我跟小姐这么长时间了，小姐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。虽然这样做已经超出了我的工作，但我还是希望小姐能早一点明白真相，免得投入越多，受伤越深。我渴了，去便利店给我买水。我已经检查过了，吴雨婷这张支票是真的，随时可以兑现。再过2天。我从来不会做这么严肃的事情，我也从来不会向任何人发誓。
没有消息，但是你的身体很重要，你还是吃点吧。不用管我，去忙你的去。哎，安博回来了。吴董，小姐回来了。来，快坐下。陈一，给小姐多准备一份早餐。哦。你为什么不问我干什么去了？你肯定是在外边遇到了委屈才回来，那都不重要，回来就好。趁热喝。爹地，年轻人谈恋爱开心过就好了，失恋算什么？啊？不哭个几回，怎么长大呢？康子睿那小子，他失去我女儿，是他没有福气。这点浪漫，咱们吴家人还消费得起啊？可是我不光是失恋，别的都不重要，你平安没事回来最重要。在外面难免会遇到点挫折。来，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的内心很强大，我以为全世界的人都爱我，可是今天我才发现，我蠢得太离谱。全世界最爱我的没有别人，只有你。Daddy， 我现在可以不要任何人，我可以不要高启，我可以不要康思睿，我谁都可以不要，但我不能没有你，因为你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对我无条件好的人。Daddy， 我有那么多缺点。我任性、自私、刁蛮、蛮不讲理，还老是喜欢和你作对，性格又那么想伤害你的高启，可你还是那么爱我。因为你是我的女儿，宝贝儿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无论内心多强大，但是总有一个软肋，你就是我的软肋。爹爹这一生最爱的不是高启，也不是其他的女人，而是我的宝贝女儿你。只要你幸福，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Daddy， 我值那么多钱吗？那可是1个亿呀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来，快吃东西吧。Daddy， 就算我拥有了全世界的爱，但没有你，我还是不会幸福。小傻瓜。我Daddy是全世界最帅、最好的人。宝贝儿，你平安回来就好，平安回来就好啊。喂，姐姐，你吃药没有？你有没有看到我火上做那锅粥啊？你把它喝完了再睡。等你醒了之后，头要是还疼的话，我载你去打吊瓶，好不好？多喝点水啊。怎么样，佳佳没事吧？他说头疼，但是没发烧。我在想，他是不是还在想着英东啊？要不是他一个人请别，甭操那闲心了。英叔叔婚礼那边沟通了没有？正发邮件确认了，丁丁他们下午就会收到，鲜花呢会在结婚的前一天到。哎，你说，英东他爸真有钱啊！这又不是头一次结婚。你有经100年纪还能这么浪漫，看来
爱情的力量还真是伟大啊！想你了，来看看。这这么晚了还营业？哎，怎么这样啊？别傻站着，进来看看。廖小姐，今晚的夜都是为你写的。为我？为什么啊，小舅？因为想让你高兴。我小公主。 是我妈唯一留下来的东西，她让我把它送给能陪我过一辈子的人。Hello， 哎。 你怎么来了？被我爸放了长假，突然闲下来，不知道干些什么，不知不觉就走到这儿来了。坐。这是 party 场地的设计吗？谁的 party 这么漂亮？比春晚还隆重吧？是我爸和高旗的婚礼啊。你不会不知道你爸要结婚的事儿吧？我知道。 我爸让明辉送请柬给我的，但是我没看。高旗的项目在高富银行上了，反应很不错。他现在正在帮我爸策划海外上市。我们家的前途真是一片光明啊！他们俩真是情比金坚。女权当道嘛，难怪你们家婚礼这么受人瞩目啊！ 英东，佳佳生病了，你要不要去看看她？不用打扰她了吧，让她好好休息吧。你们先忙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气氛怎么有点可怕呀？ 哇，怎么突然有一种藏般的感觉呢？乌鸦嘴。不就货不对版了吗？货不对版的何止只有一盒。安宝儿，你心情不好？我何止一天心情不好。你是不是因为你妈妈要跟英东的爸爸结婚，所以有些伤感？他们结婚是他们的事情，我有什么好伤感的？那是因为
他最终没有选择你daddy，你生气吗？他没选择我daddy，我才开心呢。我才不允许他伤害我daddy第二次。为什么呀？你之前不是挺喜欢他的吗？怎么态度突然180度大转变？你不懂。哎，美宝，你别烦他了。我给 waiter 打电话，他什么都会告诉我的。喂，你不是跟 waiter 分了吗？不是跟周宝莎在一起吗？谁跟他分了？你是不是又想打他主意了？我就问问他，小公主到底跟谁生气呢？你不用问他了，就算你跟他撒娇，他都不会告诉你的，因为这是我的家事。你别在我面前烦我了，行吗？哎，那个安宝，可是你妈咪结婚，你是不是要当伴娘啊？你能别妈咪妈咪乱叫行吗？我才没有那种口不对心的妈咪。今天是不是一直在说错话？可不是嘛，人家母女的内部矛盾，咱们就别瞎掺和。哎，安宝，怎么了？怎么说了呀？啊，对，严重吗？快死了！哎，行，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。哎，记得告诉康子睿啊。啊，医生干嘛？忍一下。喂，是120吗？哎，不是怎么了？你突然晕倒，是什么病啊？哎，你放心，不是什么大病。不是什么大病，需要做手术。你冲我吼什么？真的不是什么大病，就是一个阑尾炎小手术。一遇到 Amber 的事儿，你就紧张的要命。在你眼里，除了 Amber，其他人都不重要，是不是？在我眼里 ，Amber 比任何人都重要。你有完没完你？别吵了，别吵了，马上在做手术呢，你们俩在这吵什么吵？哎，你通知 Amber 他爸爸了吗？通知了，吴总现在在外地出差，没有办法马上过来。不过他已经订了最快的班机，估计现在已经在飞机上了。唉，Amber 第一次做手术，他爹地妈咪就都来不了，真可怜。你告诉高琪了？对啊，不过他正在试婚纱，应该来不了。谁让你告诉他的？她是 Amber 的妈妈，要是 Amber 出什么事儿，这责任我承担得起吗？再说了，我也是希望 Amber 做完手术出来有家人陪着呀。你吃炸药了你，火气这么大。吴总千叮万嘱不要让高琪知道小姐住院的事儿，你倒好，不经我同意去告诉高琪，你让我怎么向老板交代？她是 Amber 的妈妈。Amber 出什么事儿？医生，手术成功吗？手术很成功，因为做了微创手术啊，病人有停马，病人还没醒，现在送往病房，你们不要着急，等一下就会醒来的。我们走。谢谢医生。你醒了，安宝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啊？伤口疼不疼？渴不渴啊？小乔给你买吃的去了。手我帮你看着呢，没人敢碰。哦，对了，我给康子睿发微信了，他还没回我呢。你找妈呀？你别生气嘛，我就是想，如果我生病了，肯定特别想看到佑熙。我跟你不同，我不像你那么没用。我daddy呢？他来了吗？吴总已经在飞机上了，他一下飞机马上来医院。啊。手术痛吗？再疼也没有我心疼。我第一次做手术，居然家人都不在我身边。你想要康子睿来陪你吗？想的话，我打电话给他。最疼的都熬过来了。安博，手术成功了没有？怎么会得阑尾炎呢？这是怎么了？因为看到了不想看见的东西，恶心的。
Amber，你能不能不要总是那么幼稚，那么任性？你能不能好好的跟妈妈讲句话呀？我不想听到你的声音，更不想看到你这个人。你还穿着礼服，你刚才是在拍婚纱吧？Waiter，送客。高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请你出去。我跟我女儿讲话，关你这个小助理什么事情 ？Out。如果我没有记错，高小姐已经拿了我们家老板的支票，请你信守诺言，不要再做出违约的事情。你是在威胁我？我是在提醒你。你说的是这张支票吧？现在支票毁了，我跟你老板的约定也作废了。我要跟我女儿讲话，你出去。Waiter，你先出去，我单独跟他聊聊。可是老板交代过，我自己跟他说。安博，我也先走了。
出来。美宝，哎，康导，哎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，你也不回我信息。他情况怎么样？哦，那个阑尾炎手术挺成功的，他妈妈现在陪着他呢，你赶紧上去看看他吧。啊，我不上去了，刚接到电话，片场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他都生病了，你还不看他一眼吗？你们男人是不是过了热恋期就不知道什么是恋爱了？